有濕疹做唔做得激光脫毛呢？係可以嘅。一般嚟講，濕疹人士都可以做激光脫毛，只不過濕疹有時會令到皮膚有傷口，而有傷口嘅位置就要避開激光照到，所以大家先會有種誤解，以為有濕疹就完全唔可以做。不過都要留意，每個人濕疹情況都唔同，所以係正式做脫毛之前，而 Hairless 係會幫客人做 Tapered System 3重智能激光評估，確保客人係唔係適合進行脫毛療程，無需擔心出現過敏等不良反應。而專業嘅激光脫毛大公司，所有合資格嘅治療師必須要通過公司內部極度嚴格嘅訓練，除咗要對激光脫毛操作理論滾瓜爛熟之外，亦都要對每個療程操作非常熟練。而治療師只會專注負責做激光脫毛療程，公司要有內部 QC、SM 嚴格嘅監管，先可以做到安全有效。Hairless 被評價為信譽專業龍頭之選嘅激光脫毛大品牌，香港唯一承諾採用100%原廠正貨儀器及跟從官方安全指引，並且係美國激光儀器指定認可授權合作夥伴。所以大部分有要求嘅家長幫阿女揀脫毛公司，都會優先選擇我哋 Hairless。今個月學生做緊低至4折優惠，只要係全日制學生，無論係中學生、大專、大學生或者海外學校都可以享用。家長們可以到我哋嘅官方網站了解所有部位嘅價錢，或者可以預約免費體驗。